血脉，他年昆公是范蠡，谁在念我的事？这里好像一股神。明皇将魏婴故意泄露，君子见谅。穷途末路，尽消了。你看他的家好像对着脸你，君子，你的上座。父生老过，千金难买。堂堂启程，深深惭愧。草玉旦夕，终于起落。海东一女三层红。
是哪里来的钟声？这是黑神庙的钟声。小姐，